古往今来，利用医疗手段作案的情况偶有发生。我们曾经接受过一个这样的案例：这位男性身体很健康，没有任何疾病，死亡前他有四肢无力、昏迷这种情形。当我们接手这个案件，对他进行解剖的时候，发现他体表有2处可疑的注射针痕。我们对这个注射针眼周围的皮肤和皮下组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，发现含有胰岛素成分。这个案件决定他是胰岛素注射杀人后，我们找到犯罪嫌疑人，即是死者的前女友。在清末那一起伪造自缢的案件中，凶手很有可能在悬挂尸体的工具上留下自己的生物物证。如果检验人员从悬挂尸体的工具上提取到死者及其家人之外的 DNA， 这个 DNA 的所属人便具有嫌疑。此外，嫌疑人在行凶的过程中，受害人必定反抗，很可能在指甲缝中留有嫌疑人的 DNA。如果与伪造自缢的工具上的 DNA 一致，说明这个 DNA 所留个体极有可能是办案人员要找的凶手。